咱台湾政府会用信用保证的方式，提供去美国投资的企业2500亿美金的额度。根据了解，可能会用国发会的国家融资保证机制来运作，才袂去影响到国内中小企业的权益。台美关税谈判内容经历总算定案，政府未来会提供去美国投资的企业2500亿美金，相当大约代表8条的信用保证额度。也毋过，台湾为到未来传出未动用中小企业信用保证体系，愿意为国发会主导的国家融资保证机制承担。也毋过，是要扩大这卖机制，也是另外设新制。行政院目前还未定案。你干脆就另外第一个法都是搞成专法了。或者是对海外投资循新设机制，也许会更为便利，也更能够精准对焦对美投资的这些需求。根据了解，国家融资保证机制是伫1809年成立，融资保证总额度是900多亿，目前已经动资大约500多亿。申请的产业多数是联华风电业者，加上下游的供应链。为着袂牵动原有的权利义务甲专款配置，造成制度的复杂化，有可能会另外成立专职，针对美投资的信用保证架构。到时阵可能由政府预算、国发基金加公共银行来共同出钱。如果大规模的投资失利的话，那这个会不会造成我们台湾的金融体系就会受到动摇？那这些风险的管控，也是我们必须进一步去好好去做处理啦。如果失利的话，这个亏损当然都是公共银行嘛，或者是这个2500亿政府出资中间这个来赔吧，赔钱还是小事，而这个产业本身的生存才是真正的关键。学者关注，除了企业去美国投资面对投资风险，万一最后去美国投资企业意愿不悬，颠倒会予美国积极咱国谈判生意。政府除了找新保额度财源，甚至配套也爱同齐考虑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